庙方人员半夜2点半启程，前往桃园国际机场，搭乘班机飞往印尼雅加达。一落地，台湾驻印尼代表处组长徐伟林、华航驻雅加达分公司总经理宋道明、机场主任杨景运等人皆到场接机，热情欢迎。欢迎，辛苦了。好，安平开台天后宫以及全台西兰安获印尼贸务市福德庙邀请，参加该市的元宵嘉年华，与当地27个种族、多个宗教团体一起游行庆元宵。这也是贸务市首次邀请台湾的庙宇参加。主办方展现诚意，特别邀请台湾2间庙宇的贵宾上台，与当地政要、贵宾们一同观礼。期盼我们这一次过来能够好好的交流，跟这边能够促成宗教友谊的这个互访，甚至能够达到两方友谊城市的互相交流。这是也是很荣幸能够以这个安平天后宫卢主委跟我们全台西兰安能够10条巷能够到印尼这边来，也是我们非常的荣幸。400年前的话，我们安平跟雅加达就有直接贸易的关系所以400年后，我们安平的马祖来到这边，真的更加有意义了。游行队伍中，远道而来的安平妈以及西兰安的石家将更成为民众注目焦点，纷纷拿起手机狂拍，记录安平妈还有西兰安石家将首访印尼的历史一刻。我们全台西兰安我们的家将团要进行一个所谓拜庙的仪式以前没有看过，没有。那你刚刚亲眼看到，感觉怎么样？他们表演怎样？比较热闹。特别啦，比较特别。很特别，画的那个脸很漂亮。真的不一样就很有幸很荣幸Welcome to Bogor Street Festival. It's a spring festival in our Chinese tradition. It's what we call a Chap Gourmet. Yeah? Today is the day. We welcome everybody to watch. 除了妈祖与家将，台湾代表团也邀请东方艺术团随团绕境，团员们曼妙的舞姿更是游行活动中的一大看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印尼绕境的神教，也是贸务市福德庙特别从台湾定做运回印尼。台湾方也与福德庙分享神教保养及康教的方法，进一步加深双方友谊及文化交流。在结束贸务市元宵嘉年华活动后，台湾代表团马不停蹄，将启程前往印尼万隆市，展开另外一场城市级的绕境活动。记者张硕维，印尼采访报道。